精彩啦！阿長年，我知道你平時咧都有唱下歌、跳下舞㗎，係嘛？都有嘅，因為未練得好啦，所以唔方便公開。幾時練得好要上嚟我哋 K100，即係一顯身手喎。一定。好嘛？你又話時機未成熟啊，不過我知道咧，阿蔣麗萍咧，佢就話而家係最適當嘅時機喎。對那力心也退，找到卻是古在廢墟，遍力困阻，步行萬里，當初美夢現今盡化碎，將這志願願記取。惜肝血和淚，抱着信心。我目前唯一嘅工作係全力為香港小姐選舉總決賽嘅歌舞演出作一個好嘅準備。Hi， 你哋好，我係蔣麗萍。我相信好多人對我仲係好陌生。或者會有啲人會問你係邊個嚟㗎咁，不如等我自我介紹一下。我係山東人，喺香港出世，自細到大我都好喜歡音樂。到中學嗰陣時呢，我參加咗學校嘅合唱團，咁由嗰陣時開始呢，我就接受音樂嘅訓練啦，亦都係由嗰陣時開始呢，音樂亦都成為我生命嘅一部分。前是憑誰記，要忘亦難忘你。後來我去咗美國讀書，一樣係冇停過練習唱歌。仲有或者係我對音樂愛好嘅原因啦，好自然咁，我好喜歡跳舞。一方面係自己跳啦，另一方面呢，我亦都選修咗一啲爵士舞啊。一跳開咧就冇停過落嚟啦。有時我曾經參加過呢個舞蹈比賽，我諗呢個係一種娛樂嘅好方法，同時亦都係鍛鍊自己身體嘅好方法嚟嘅。喺美國生活咗6年，除咗讀書同埋唱歌練習下跳舞之外呢，我仲學到點樣去照顧自己，過一啲獨立嘅生活。同時我亦都鍛鍊到自己意志更加堅強。後來返咗嚟香港冇幾耐，我曾經參加過一個歌唱比賽，喺嗰陣時開始我就灌唱片啦。估唔到自己能夠將興趣，亦都成為我職業嘅一部分。我諗自己亦都算係一個幸運兒嚟嘅。今次我參加香港小姐總決賽嘅大型歌舞節目演出，我會好好咁珍惜呢個機會。而家我每日都會跑步啦、排舞啦，同埋練唱歌。我希望到時我能夠盡我所能作出最好嘅演出啦。就有啲朋友問我，你對今次嘅演出有冇信心啊？我根本就冇諗過呢個問題。總之盡力而為就係啦。雖然我未參加過呢一類舞台形式嘅演出啦，但我諗一大班人為咗一個演出嘅目標而共同努力咧，會係一種好愉快嘅經驗嚟。我諗對啲參賽佳麗嚟講亦都係一樣，但佢哋喺偶然機會之下，大家相遇啦，然後一齊學習，一齊度過一段好充實嘅日子添。咁有一首歌咧，最能夠表達30位候選港姐嘅心情。邊首歌？我們是答案。低聲唱，高聲揚。愉快歌聲風裏響，一起笑，多歡樂，大眾心裏暖洋洋。願美麗時光繼續，永分享熱鬧
終生不可以忘記，又緊張又歡暢。看這裏大眾都望，彼此相齊相看，說這裏真。哇！今期嘅 K 八畫報，哇，30位靚女全部落齊喎。睇下，個個都幾靚喎。你哋彼此啦。過獎。不過唔係我誇張嘅，我諗好多編導都係咁樣認為啊。如果唔係，唔會話次次揾親陳玉蓮都係為佢做啲典型靚女嘅角色啊，係嘛？我就係最怕呢樣嘢，即係佢局限咗我啊嘛。我係好想做一個真真正正嘅演員啊。譬如話即係不同嘅角色我都去中意嘗試下。不同角色，譬如啲咩角色啊？老角啊，大肚婆，即係自己而家仲未會發生嘅嘢，我都想去嘗試下。證明嚟睇下。好啊！撞鬼啊！嚇，亂做，乜衫都唔執，唉，真係，唉，死咩！真係想燙件衫咁樣去閹都唔得，真係，唉，真，你個廢嘢瞓得咁舒服，等你瞓啊！等你瞓得咁安樂，死！哇！咁早啊，奶奶，有得飲啊？去閹啊，冇咁早，今晚9點。唉，你今朝聽唔到我同阿文嗌交咩？佢話費事叫你起床喎，叫我同佢燙件衫俾佢返工嘛。咁早嘅9點咋？乜仲可以食早餐？你就想啦，倒歸晒啦！我諗住注定晏晝叫你起身食啊嘛。今日真係唔該晒你喎。夠啦，家嫂，唔使扮咯，文喺度，冇人睇你噶啦。尋晚又話頭暈，又話頭痛，今日你真係啊嘛，真係，我知你氹得文開心，氹到你唔使洗碗，哎呀乜鬼都唔使你做咯，氹到文負埋你雙床，而家穿晒布啦，唔使扮咯，一早起身就咁開胃，一食早餐，哼，真係。食做嘢啦！喂，你去邊處啊？你叫我洗衫洗碗啊嘛，唔使洗啦。尋晚啲曱甴老鼠啊，同你洗淨晒啦。做戲咁即係唔使洗啦。我去洗面。又真係拜得幾次啊嘛！喂，唔怪得我哋 K100嘅人一揾你話，扮啦，咁你一口答應，毫不考慮啦。咩都試下啊嘛！喂，係啊，你啊已經休息咗成年啦，咁好多觀眾朋友想知道下，陳玉蓮究竟有乜大計啊咁？我冇乜大計嘅喎。唔講大計啊？係啊，即係我人冇乜野心噶嘛，即係諗到乜嘢就做乜嘢咯。咁講下啲基本噶，咁你希望將來會點啊？將來啊，做一個好啲嘅家庭主婦啦，有一個安安定定嘅屋企啦，大致都係咁。老婆啊，我返工啦。佢要外出工作，我唔使。喺屋企裏面要做嘅嘢實在太多啦。將一間屋變成咗一個家，實在係要放好多精神同埋時間。不過最重要嘅呢，就要毫無保留咁關心。我諗有好多事情係每日重複又重複咁做，但係我唔介意。其實能夠將每一日亂咗嘅嘢回復翻整齊同埋清潔，都係一種樂趣嚟嘅。耐唔中咁擺設下同埋安排嗰啲嘢呢，有時都係一種藝術嚟噶。
喺呢個時候都可以讀一啲自己中意睇嘅書啊。嗱，譬如好似烹飪啊、種花同埋雜誌。當我睇到攰嘅時候，都可以瞓一陣㗎。呢一餐煮得簡單啲唔緊要，一個人食冇乜所謂啊。一邊食一邊睇下電視，有時都幾有趣㗎。喂，食緊啊！你咧？好啊，好好，好啦，換就換啦。咁你買定我買啊？你買啊？咁你放工自己買咯噃，早啲翻嚟啊。OK，得啦，拜拜。耐唔中都可以諗下人哋啊、自己啊，同埋以前自己所做過一切嘅嘢。而家有好多時間都係屬於我自己一個人嘅，但係諗翻起以前翻工嘅時候咧，就唔同。啊，幫嚟簽名啊！做咩啊？冇嘢。我諗要做一個理想嘅家庭主婦，除咗要打理好個屋企之外，最重要嘅就係要對自己身邊嘅人要毫無保留嘅關心。唉，Deborah，你好嘛？喂，你嚟得啱啦！今晚咧港姐準決賽就舉行啦，我就見到啦，成班小姐坐晒喺外邊，哇！佢哋喺度準備緊啦，睇緊我哋 K100添。嗱，你係過來人啦，不如你講講你嘅心得，提供一下好唔好先？好啦，咁我覺得咧，最緊要咧就係輕鬆啲，同埋自然啲，同埋記住要笑喎。哦，記住要笑，即係保持適度嘅笑容咯喎。係。